做裝修有一樣嘢叫做駕輕就熟，就好似鋪磚做掃口咁樣。由於我哋嘅師傅每一日都喺度用緊同一個物料，所以可以話眯埋隻眼都知道嗰啲掃口粉嘅特性係點樣，要注意啲咩地方，點樣先至可以做得好。所以每一次做出嚟嘅效果可以話係非常之穩定。最近我見到一間磚嘅鋪頭請咗一間意大公司嘅品牌做咗個產品嘅發佈會，喺入邊我見到好多新嘅產品，一啲新嘅掃口方法，解決咗以前一啲存在嘅問題。當發佈會完咗之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即刻買咗一桶返嚟試一試，睇下可唔可以將呢啲更加好嘅產品帶俾我哋嘅客人，用喺佢哋嘅單位上邊，將啲細節位同埋個效果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啲。不過老實講，每一次工程喺入邊試新嘢，試新嘅產品，試新嘅方法，試新嘅物料，我內心都係有啲掙扎，甚至可以話有少少驚個效果做出嚟唔理想，驚喺施工過程裏邊因為充滿咗好多變數，所以公司就要承擔好多額外嘅風險。試新嘢往往就好似意味住我要放低咗好多嘅安全感，要去重新去摸索，去重新去學習。面對風險，其實最舒服、最簡單解決方法就係當乜都睇唔到，繼續用返以前舊有嘅方法、舊嘅思維、舊嘅方式去做。但係我有陣時會同自己講，如果因為驚、因為怕承擔額外嘅風險而去選擇唔再試一啲新嘅嘢，呢一種所謂嘅穩陣，可能只不過可以解決到短暫嘅問題。時間耐咗，我哋嘅眼界就會變得越嚟越窄，學嘅嘢、知嘅嘢、識嘅嘢就會越嚟越少。今時今日，我見到各行各業其實都喺度進步緊、改變緊。如果我哋選擇逃避風險而去選擇原地踏步嘅話，其實就等於退步。裝修唔單止一門手藝，更加係一份與時並進嘅責任。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我哋要透過試錯嘅過程，可以花更多時間去研究、去比較、去學習。只要我哋見多啲、試多啲、識多啲，我哋將來就可以更加有底氣咁樣將作品做得更加好，令每一位客人得益更加多。